點解有啲人3年前仲差過你，而家已經連車尾燈都見唔到？佢哋冇做咩驚天動地嘅決定，但幾年之後就遙遙領先，過得唔慌唔忙，賺錢效率越嚟越高，人際關係越嚟越輕鬆，連健康狀態都比同齡人更好。佢哋靠嘅唔係運氣，係一個詞：認知複利。認知複利唔係概念，係計數題。每日30分鐘，730日之後，你個決策系統會完全重構。所謂認知複利，就係透過持續學習、深度思考同反思迭代，形成一套指導你做出正確選擇嘅系統性能力。佢唔係知識堆積，而係幫你決策嘅核心引擎。你知道咩值得投入，唔再俾熱點牽住鼻子走；你知道咩應該放棄，唔再喺無效社交、情緒垃圾度內耗；你知道點樣學得更快、睇得更深，進入知識嘅加速度曲線；你知道點樣處理情緒、管理時間、同人打交道、建立心智護城河。從而家開始，每日就算只係花30分鐘睇一本深度好書，關注一個有洞察嘅博主，或者記錄一次思維反思，都係喺度種緊認知嘅種子。認知唔會即刻帶嚟改變，但係1-2年之後，你嘅眼界、判斷力、表達力、執行力會好似一個俾人偷偷打磨嘅工具，突然有一日鋒利無比，到時你就會多謝而家嘅自己。而除咗認知，你仲要建立一個可以陪你終身成長嘅系統。我哋大多數人習慣項目式生活，今日想健身就辦張卡，第2日想學短視頻就買個課，後日想賺錢就搞個副業，但1個月之後全部冇咗下文。頂尖高手從來唔靠爆發，佢哋只係將關鍵動作做成咗系統。佢哋唔係一腔熱血去做一件事，而係問自己：我點樣構建一個可以持續推進呢件事嘅系統？想要終身學習，唔靠自律，而係建立早晨閱讀加知識記錄加復盤嘅機制。想要身體變好，唔靠3日打卡，而係制定合理作息加飲食習慣加每周運動安排。想變得富有，唔靠追風口，而係培養長期穩定賺錢加儲蓄加投資嘅組合系統。一個系統嘅力量在於你唔需要每次都靠意志力重新開始，而係依賴流程自然推進。系統唔係枯燥嘅紀律，而係一種對自己友好嘅自我照顧方式。就好似農夫種田，你唔能夠指望每日拼命耕地，但你可以起一套自動灌溉嘅渠道，每年都有好收成。你嘅人生都一樣，與其靠熱情行一步算一步，不如早早搭建自己嘅成長系統。呢個唔係努力學，係戰略投資，用確定性動作換不可逆優勢。巴菲特話過，人生最重要嘅決定係你選擇同邊個同行，因為你身邊嘅人將構成你嘅人脈資產、人生態度同情緒支持系統。邊啲人值得你而家就開始深度連結，願意分享有格局嘅人，佢哋睇得遠，說話唔帶戾氣，思考方式總能啟發你。有長期陪伴價值嘅人，唔係每日都傾偈嘅朋友，而係幾年後仍能一齊做事、分享資源、彼此成就嘅人。能帶你突破瓶頸嘅人，無論係教練、前輩定導師，只要佢哋能用一句話打開你一個新思路，就值得你投資時間。人際關係並非越多越好，而係越有深度越值錢。從而家開始，減少無效社交，深耕3-5人群，你嘅未來將不再孤軍奮戰。唔好再問而家做咩，先唔會太遲。你要問嘅係5年後嘅我會唔會感謝今日嘅選擇？當你心中有咗答案，你就已經喺度為後半生鋪路。